经济部长王美花为了要宣传好食惯好习惯呢，最近呢特别邀请这个国民竞赛卢义军去餐厅食饭开讲。过程中，这个卢义军伊直摕这王美花硬菜，看起来真大心。卢义军家己讲的，讲啊，伊若无挂喙暗的是时常被当作是台北市议员瓜子。这两个人到底有偌成？做伙来看卖。这个义军吼又聪明，然后又耐操，长得又帅。国民竞赛卢义军来啊！这摆现身的地点是伫疫情记者会，是和经济部长王美花做伙食暗顿。难得有这个机会，可以在这个7:05就到外面来吃啊，对他没有，他几乎是没有7点在下班的。真罕得准时下班，王美花嘛笑嗨嗨。卢义军讲，家己私底下出去，拢会逢人做台北市议员瓜子。都戴着口罩在看音乐会，他就突然凑过来讲说：“哎，你好，你是不是瓜子？”我就说：“不是，我不是瓜子。”他说：“你就是瓜子，你不要再骗我。”然后我后来就没有办法，我就把我口罩拿下来跟他讲说：“我不是瓜子。”到底有外成摕相片来相比，自目镜、头毛甚至身形，两个人挂喙暗，阁真正真成。若无详细来分，真正会认着。谢依南杂症，我去问他，那他就会非常认真的要去把这个答案找出来。那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人非常棒。开讲的过程，卢义军阁会替王美花硬菜，小小的动作实在有够大心。两个人讲到防疫的艰苦，卢义军嘛讲会尽量把防疫做好，让大家会当安心过日子。另外若是讲到两个人的五倍罐会安怎开，王美花讲会摕来甲餐厅相听，卢义军是讲若是会当做公益，会留一寡扩大关护社福团体，嘛无怪互外界讲是国民的好竞赛。